后礼拜三就是上元，也就是元宵。有专家提醒讲，这食元宵、食圆仔时阵，就要注意血糖哦，因为这物件拢是自备做的，若准有包压糖分高的食材，食几粒啊，血糖就规个升悬起来。国健署也建议民众就要管理血糖，才会当避免糖尿病。30岁以上民众也当领补助去做健康检查，定期管理家己的身体健康。一粒一粒白泡泡的元宵倒入去鼎底，准备要煮。后礼拜三就是旧历正月15元宵节，民众拢会食元宵。不过专家提醒，元宵不管是甜的也是咸的，外皮的糯米内底包的鸭糖分拢真悬，建议一摆唔通食超过2粒，要无血糖可能会升悬。比如讲，咱在食的时阵，咱的迄个均衡饮食嘛，真正重要。毋是讲干那讲食这个元宵食到饱，最少，比如讲，咱来做一个甜点来使用，咱量就袂食真济。而且咱平常时的，不管是你的青菜的量一定要有够啊，还是讲你的迄个蛋白质啊。国健署讲，管理血糖才通避免糖尿病。糖尿病是国人10大死因之一，台湾大约每8个人就有1个人有糖尿病。国健署有补助30岁以上的民众做健康检查，了解家己的慢性疾病风险，也通及时发现糖尿病这款初期症状无明显的慢性病。那如果说有吸烟，还有饮酒过量、缺乏运动、高血压、高血脂，都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。那另外呢，其中如果有以下任何的2项因子，包含腰围过粗啦、血压偏高、空腹三酸甘油脂偏高、高密度胆固醇偏低，好，然后再加上血糖异常。那就代表已经有代谢症候群了，得到糖尿病的风险也将比一般人增加到6倍。国健署建议民众为了避免糖尿病这款慢性病风险，除了食营养爱平均，也爱控制饮食，尽量少盐、少油、少糖、高纤维。另外爱惯势运动，建议每礼拜至少运动150分钟，维持身体健康。记者郭宝根林玉凯台北报道。